今日就上到擎天匯，啱先收樓，上嚟睇睇呢個單位664尺一房一廳，咁先望望廚房。以前有睇開擎天匯都知呢啲單位全部都可以改兩房。呢個位置就係一間米8床嘅單房。改完兩房嘅話，廚房位就係呢個位置。先望望664尺一房一廳，個廳係絕對大，冇問題嘅。仲有少少 L 位，嗰邊可以放個鞋櫃，到頂都冇問題嘅。呢個位置係。我望呢邊嘅方向向南，側望少少就望到上聯，直望上去就係黑沙嗰條路，望到山景嘅。A 輪嘅單位以前賣嘅都要600幾萬，今日賣價錢先至係418萬，計翻月供都係1萬鬆少少。睇睇呢間主人大房，3面落床係絕對冇問題嘅。景觀同個廳一樣，有個窗台贈送面積，到時做啲室內空間、室內設計都冇問題。洗手間嘅空間都唔細，呢邊就係廁所，配備浴室寶。空間嚟講，一房係100分。鏡頭前嘅你睇到呢一刻，如果對於呢間擎天匯664尺一房一廳有條件改兩房，而家賣價錢先係418萬，可以點擊個頭像揾到我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我所有平台。呢個單位如果係要低首期，都有機會做到20-30萬嘅。我係 Oscar，再見。